人力銀行的資料顯示，今年頭一季有138萬個課，內面有超過11萬個有要求台語能力。這個需求攏主要集中在咧前線的服務產業、長照抑個病院相關的醫療照護業，認為有台語認證會曉台語對這個冊頭路的人有加分的效果。不過學者是認為講呢，台語需求在咧這場也未普遍化，和政府在咧制度頂頭愛提供誘因，和台語能力變作是實際的專業價值。最近有人力銀行佇網絡有一篇有關台語認證職業機會文章，內底介紹考台語認證的好處、工課發展、佮學習台語的資源。人力銀行表示，因為因對找人的企業單位這邊有觀察到，對台語能力的需求有一定的規模。人力銀行面頂吼，差不多有11萬的工課吼，伊需要迄個台語哦。你若有用台語的一個迄個認證哦，一般來講，伊的工課還佫被去用錄取的機會嘛，加足濟。人力銀行指出，第一季138萬內底，有11萬的課有要求台語能力，主要佇第一線服務的零售、批發業，第二是餐飲業，安那因應高齡化的社會，佇長照、社工等等醫療照護相關的產業，嘛有注文希望愛有台語能力。人力銀行講，有台語能力甲認證，對找頭路的人來講是一個加分的項目。不過學者認為，企業對台語能力的需求增加，是因為過去的需求受過少。整體來講，台語需求佇這場也未普遍化，呼籲政府就要有更加積極的做法。一線的服務人員，因若是會當用台語來服務，而且實際上有咧用台語來服務，有做到一個程度，安尼逐個月互伊，譬如講幾千塊。獎金，這是上有效的做法。學者建議政府佇制度面提供誘因，親像佇公部門做工課，應該愛列入意見條件，也是針對長照、醫療等等行業，鼓勵第一線服務人員使用台語，就會當領津貼，這會當互有台語能力變做實際的專業價值。記者郭正宏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